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2月24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南中西区有一栋砖仔起的老厝，昨暝我7点时阵着火，消防去到现场，大概用半点钟甲火拍花。不过60岁厝主甲伊95岁老母煞走袂赴，这对母仔囝不幸过往，可能是因为厝内囤伤侪物件，影响长生的导线。按照详细原因，该等警方来调查。 火种面体含入火海紧烧到场的时阵，已经全部拢烧起来，火势真紧就控制掉了。搜救人员在厝内找到2个受困的人，已经无生命现象。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它火势已经非常大了。那我们听到周围的邻居描述说，有2名人员受困哈，那我们就马上立即展开抢救的一个工作。 那现场的巷道也非常的狭小哈，然后里面也堆积非常多的一个杂物哦，所以说我们在救援上有一点困难。火灾现场是台南中西区的一栋红砖老厝，23暗时接近7点发生火灾，警消出动21车34人到场拍火，半点钟火拍花，暗过95岁阿嬷甲60岁后生未赴逃生死亡。这阿嬷的祖厝，叫伊搬出来，伊都无爱的。 我物件足侪呢，看迄涂骹。甲讲无要听。孙仔表示，阿嬷无行动不方便，目前详细导火原因，还佫为虾米2人未赴逃生，是因为现场囤伤侪杂物，也是有其他原因，拢成做调查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松山区的庆城街有一搭工地，昨暝地基熊熊塌落去，害车路起1名。这挡伫路边的4台车嘛起去，加在无人受伤。 台北市长蒋万安昨暝赶去现场了解状况，初步了解，这个工地还未开始挖，才准备要做连续壁，因为道高内部气力无够，挡袂牢，才会造成车路塌落来。目前是紧吞头补空，按照监管处已经下令这个建案来停工，而且要甲罚18万。 代志发生了后，现场有警戒线人行道下陷1.5公尺。台北市庆城街甲兴安街交叉路口一个新起的工地，23暗时下陷。台北市长蒋万安9点左右接到通报，马上赶去现场了解状况。初步了解是因为道高内部支持力头无够，造成道高外部到外面的路面才下陷。目前我们正即刻进行紧急回填，那先就内部导沟的部分。 然后接续就会就路面塌陷的部分来进行回填，就是将所有的影响跟冲击不要再扩散。蒋万安表示，前进指挥所已经开设，所有相关局处拢会后续控制，好加在无造成人员伤亡。暗过有4台停伫边的车刷出落去。台北市结构技术工会理事长徐宝卿到现场了解情形指出，因为道高做无好，才互局部的路面压落去。 局部比较施作这个比较不佳，然后造成我们这个道路的这个塌陷。那现在最重要的话就是说，把那个挖掘这个导沟里面的这个坑洞有没有，先把它补起来啊。那因为它区域不是很大，所以呢，应该这个灾害的这个扩大的迹象应该不至于说这个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营造单位大陆工程表示，要拼支持中道进行复原，赔偿部分会甲受损单位沟通协调。特别是监管处指出，这案件违反建筑法，已经明明停工，告罚18万。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台北大地的基泰建案，害2栋真家厝塌落去，未代讲附近阁有169户厝受损重。这3大工会鉴定的结果是爱赔1600外万，不过到达因拢无摕到钱。 市长蒋万安强调讲是已经列管啊，基泰已经定着爱负责任。按那基泰是赔回讲，因有具体方案，预计3月初会开放予住户申请赔偿。地板一直渗水出来，不时也有太露落来。去年9月，台北基泰大地崩塌的事件，造成周边住户厝拢受到损害。民意代表讲，169户受灾户人损赔偿金额是1600外万，到即阵也未予人直接欠过年。 我们紧邻他们呢，9号岛，我们是11号，也没有关心，也没有赔偿，也没有问候，都没有，完全没有。墙壁的剥落，然后瓷砖的碎裂，整个邻里都有反映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当然是会担心。地基其实是整个连在一起的，延续下来，后面这边都还是会有影响。先前也有晚上地震过，大家都跑出来啊。
似乎真无奈讲，也是烦恼讲地基安全性的问题，因为一直无法度等到赔偿。有民众伫过年了后写批向市府来申请，希望得到协助。警告有似乎一支市府无作为，其他建设也拢无得关心。对于其他大值，它所造成民众受损的部分，一定要负起最大责任。我们已经针对相关受损状况，依照审定规则进行列管，要求基泰必须要依照鉴定报告进行赔偿。我们经有和市府讨论后，那目前已经有具体的共识及方案。关于这个赔偿金的发放时间啊、方式、地点啊，将在近日内与市府讨论定案后，会立即通知零损户，预计3月份可以申请。监管处就已经照林损的规则来立管，同时发公文请其他建设依照林损鉴定报告内容，向各受损户进行赔偿，也是修复的代志。蒋万安也讲，若住户对着赔偿金额无满意，会照1点2倍提欠到法院，后续继续来追踪。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AI 长时行嘛带动晶片公司辉达的股价冲悬，日的股价是起超过16%，市值增加2771美金，创下去年价高一日增加上济纪录。辉达也搁再排上美国市值第3个企业。若执行长黄振勋的身价是起到693亿美金，是全球排第21名的大好业人。再来看《联合报》。最近自公费流感疫苗的人较少，目前阁剩7万多人。疾管署预估2月底到3月初，这新冠病毒甲流感会阁反扩大流行，所以3月初5开始，除了缴未满6个月以内，所有人拢会当去注公费的流感疫苗。来看《自由时报》，台南捷运第1期南线将宽屏初审通过，全线是8.39公里长，拢总10站是高架。起点我近代替大桥站，重点伫中华东路3段。2026年动工，2034年就会起好势。中华的新港有3个读国小的姐弟仔行伫过路线顶悬，煞互一台修旅车撞着。这小弟是小可受伤，人平安，不过伊的2个阿姊互撞甲重伤昏迷，即阵伫家护病房治疗。公路局有去现场会勘，发现这过路线毋是直的，是画错角。这路口嘛有真侪欠点，会招专家开会改善。3个姐弟仔过车路的时阵，行伫马条线，这个时阵轿车所谓后壁甲对撞，撞甲真大力，好撞到的这个囡仔喷一个真悬落来。救护人员到现场，2个查某囡仔已经倒伫车路，现场如苍苍。救护车赶紧把3个姐弟仔送医，不过11岁甲9岁的姐姐捌无喘气心跳，8岁的弟弟是真侪所在愈受伤。日暗时差不多6点，中华新港乡建国路甲美港公路3段路口，这3个姐弟仔过车路的时阵，去互轿车撞甲喷真悬，2个姐妹仔目前昏迷指数3，还未脱离险境，也搁伫儿童加护病房救治。不只有气胸，还有这个颅内出血，还有身体多处骨折。这3个姐弟仔是单亲家庭大汉，平常时拢阿伯斗相共接送上下课。不过日因为阿伯身体无爽快，去互医生看，囡仔家己转厝，煞拄着车祸。是用跑的，我跟另一个姐姐是用跑的，那姐姐拉着我们2个跑。警方初步了解，肇事驾驶是73岁姓肖的查甫人周七达玲，不过伊无照驾驶。迄个时阵，伊是沿新港乡建国路北往南的方向直行，车顶无超速，不过伊无考照记录，长期无照开车，肇事车辆嘛毋是伊的。去年捌伫中华发生车祸，嘛互人开过无照驾驶的罚单。开车行经路口虽然是绿灯但是还是要减速慢行，要注意车前状况。那行人在经过路口还是要慢看停当地民众表示，这个路口马条线无旧卡退后，嘛无人行道甲行人庇护岛设施，所以常常发生车祸。公路局中华干部单会勘了后表示，会邀集专家研究加强道路安全。若是肇事原因，警方爱搁进一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公务局中拢总有1300个学生，学校门口光复路来去真侪车，煞无人行道。学生拢是行踮车路顶悬，实在真危险。相关单位来会勘几若届，嘛拢无改善。最近交通局表示，会先评估为人行道，再来研究其他办法。
新北市公务高中门口就是我近新竹科学园区的光复路，当年拢无学生的通行空间，用路人行在车辆来来去去的大路顶，看起来实在有够危险。光武国中的孩子是要走在车道上，你车真道。好，那我们想要借由的方式，就是由车道缩减的方式，然后让空间重新的配置。校长讲，上下课时间，学生拢行在车路顶头，互人真袂收心，应该赶紧想办法解决。暴露在这个直接道路上面的一个风险，就相对的变得高很多，这样子。这是目前在光武国中放学的时候，孩子的实际在通行上面的一个问题。学校的小孩每天上学所走的这个道路，那由于有这个店家的关系，然后有停车的需求，那人行道一直迟迟以来画不出来。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新竹市政府可以来想办法，来想出可以兼顾的需求。议员嘛讲，过去办过袂少届的会刊，不过拢无结果，要求市府交通专案小组应该提出实际改善计划。学童或是行人走到这个道路其实是蛮危险的，所以我们短期之内会来演绎评估，是说有没有空间可以画设标线型的行道。那我们也会在近期最快一次的交通改善小组提进去跟委员我们讨论。交通处表示，后续找专家学者讨论，短期内先做标线型的人行道，再搁进一步来研究解决办法，让学生有一个上下课安全的行路空间。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中国快艇爬过界冰船，造成2个人死亡。中国晋江的红十字会拢总5个人撞到金门，和咱海巡署的官员协商。不过会议的结果，双方拢点无讲。中国迄边主要是针对海巡署无录影，搁有头尾讲法无同款提出质疑。另外，海委会主委关碧玲防指控暗砍准属的事实。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绝对无暗砍，外界唔通放声放影黑白生话。对，因为今天已经吵了一整天，应该有结果吧？面对媒体问协商的结果，海巡署副署长柯正之无愿意加讲，随坐车离开。台湾这边的善意够吗？红看作是中国调查团晋江红十字会秘书长周英山带死的红会顾问孙晓东、曾东航、黄天丁和委托书记洪水平，23到金门和海巡会谈，但是对话内容和结论离开时阵专程拢无讲话。另外一寡死者的家属因为证件到期，下晡先坐小三通的船班登去泉州。我带这团先逃离的。到底几个人回去啊？6个回去。中国快艇冰船案造成2死的意外，和2花紧张的局势欠悬。周永山一定人伫金门和海巡署副署长2摆关门协商。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有参加慰问死者的家属，伊讲中方的重点是伫个无差别的影像和海巡的讲法前后无同。陆方一直觉得说，怎么会没有当初的这个影像，然后就会对海巡当初所说的，从开始说的这个蛇形翻覆到这个现在是可能是碰撞翻覆可能会陆方可能就会有疑虑。陈玉珍认为讲，互相认知无共，会当照法律的定数，透过第三方来勘验。另外，海巡无录影所证，海委会主委关碧玲防质疑讲暗砍弄到的事实，知影要求伊落台。行政院长陈建仁讲，慢1片背影，8片背声。海委会的管主委或者是海巡署呢，也就在第一时点上就能够掌握到这个现象，而且呢，就继续采取相关的这一个回应的这个办法那他们也一再的对社会有所说明并没有所谓的隐匿的这个状况。那至于事实的真相如何，金门地检署会用最快的速度来查明。不过，国民党立委徐巧芯质疑讲，海巡的讲法和真相有出入，提出表料者提供的报告，讲冰船的原因是中国船只的导后舷和咱的 CP 艇的正前舷去弄到，和海巡署讲中国船为了要避杂质，用正大的角度对正边及或者冰船讲法无同。海巡署嘛针对发布资料和防救起来的人讲的时间无同做出说明，因为救人上大声无详细查证的检讨，真正通报定数和落实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仔台糖的冷冻假心肉，和台中市府抽验到3把椒，这代志是吵甲一扑扑。行政院长陈建仁拜5去立法院报告，强调这是单一检体事件，已经请卫福部甲农业部调查。另外，陈建仁也讲到台中市府验到3把椒，无先通知台糖，互因申请复检，讲这款做法直接发布新闻稿是无按照标准的定数件。
进前，台中市府中盐大堂的假新麻片检出西布特罗事件引发议论。行政院长陈建仁23早起到立法院进行涉案的报告。会前接受访问表示，县政府推涉案5款有真大进步，请民众放心。在2016蔡政府开始执政以后呢，我们就推动了这个食安5防的相当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呢，使得很多系统性的食安个案呢，都变成了个案型的这一个食安问题哈。陈建仁讲，验出西布特罗属有单一检体事件，国内猪肉供应链无风险，已经向卫福部甲农业部进行行政调查。民进党立委建议，应该甲司法的调查做伙来进行。涉案议题真需要注意，要立委提出质疑。诈骗有溯源机制，不过北内这方面确实无，恐惊真多涉案问题空碰。你们除了做行政调查之外，有没有做司法的调查？好，我们是没有进入司法的调查，这一个检验出来的浓度呢是相对的低了。那么低的浓度呢，有另外一种，除了刚才讲到的污染可能性之外，还有一种是检验本身的不准度了。肉片有溯源机制，但是内脏没有，肝脏、肾脏跟肌肉是不一样的，肝脏是允许有4倍高。委员的建议很好啦。内脏是比较高的，如果今天换成未来内脏也要是水溶性的来测多巴胺。对国民党立委廖伟雄，我礼拜被问3马前，立委中央甲验出西布特罗问题，拢杀予台中市府陈建仁真罕呢，想起来回击。第一次检出来如果有问题，应该要给台糖15天的生父检验的期间，没有做，然后他就直接发布消息。这就是台中市政府的错。你讲的食安是科学，这就是科学。你讲的是政治哦。对于3马前的风波，国民党立委认为，中央应该开全国涉案的会议来定出标准，换做范围内底爱重新来检验。陈建仁也答应，涉案检验无合格通报标准，会伫2个月内重新来订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元宵，台南咸水放蜂仔炮，今年的炮声有400座。其中4座主炮声下暗会伫咸水国中放200万支蜂仔炮。另外，台南正通龙宇门、新府庙、元宵暝嘛会放烟火，尤其是拢真期待。咸水府庙头前吊车甲一挂炮仔吊起来点火岛，实在真闹热。现场有真侪游客是全副武装，准备来买炮。地方大部分都说，就是被风炮炸过之后，可能运气会比较好啊，然后官地也会保佑这样，所以今天想说来体验看看。23、24这2天，台南咸水蜂仔炮23透早正式起鼓，新桥嘛开始照景，代表国际出名的民俗活动，台南咸水蜂仔炮正式起鼓。今年的炮声有400座，代表台南400年意思。上大的重点是20元宵暝，4座炮声会伫咸水国中的运动场放蜂仔炮，一个会放200万支，要让民众体验刺激的蜂仔炮。不过嘛，要提起乡亲就要做好防护。今年的盐水风炮，这个炮程有达到400座啊，就是因为台南400，所以说每一座炮程都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啊，经过这个认证之后才能够释放。每年第一个我们首重安全，呼吁大家做好本身的防护，那能够做好自己的照顾，然后呢这个热闹有余，安全也要顾到。因为元宵暝游客搁较侪，警方伫24下晡3点开始，针对入去咸水市区的路口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台南元宵节活动另外一个重点是台南正通鹿耳门新府庙会公开元宵暝高空烟火动画，配合放蜂仔炮、抢春鼓的活动，到时应该是闹彩彩。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台北国际册展要等到礼拜2月25。为着要让囡仔接触台语，公司台语台也伫儿童主题馆办活动，现场有 DIY 动手做物件，阁有用台语讲故事。为这个影片出来到外口，我要熟悉更加侪小朋友，甲因分享台语、讲台语。今仔日的故事呢是要讲海菜的故事，互小朋友伫这个听故事、算故事的元素内底，会当学到正统的台语，甲咱的台语文化，甲继续传落去。台语台节目主持人来到册展的儿童馆，用台语讲海菜的故事，囡仔围店边仔是听甲袂起。因为今年是荷兰人来台湾满400天，所以这摆儿童馆是以航海冒险做主题。拜六礼拜，台语台伫儿童馆，阁有人戏红仔表演 DIY 用台语讲故事，希望互囡仔会当接触台语、接讲母语。
为着要互嘉义大拿发展有一个完整的记录，嘉义南华大学独替大拿镇拍一出大拿风华录的文书纪录片，希望透过影片，互大拿过去的历史会当完整保留落来。记录嘉义县大拿镇吉林社区发展历史的纪录片《大拿风华录》入选嘉义市的国际纪录片影展。为着互大拿民众先看到内容，计划主持团队的南华大学先到大拿的万国戏院来放送。这部片拍出来会当陆续在播放，我大概了解，咱以前大拿不是没有人潮，是真的非常繁荣。希望讲大家共同努力努力，互咱大拿越来越好。当军是一个前镇长，或者甘德清伊带动的，伊用娱乐文化甲阮带动这个经济发展。所以阮敢若，阮去遐算讲讲到这大家嘛是想讲紧来拍，会使留一个记录，互咱的子孙。南华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调查大拿新都旅社营造背景的时阵，发现大拿车头周边特有的酒家文化，为着要把这段历史记录落来，南华大学甲社区合作，透过记录甲演出的方式来讲大拿40-50当前的故事。即摆就爱互遮少年啊，知影，你少年呢知影讲较早过去40当前艰苦即摆咱大拿都已经开始有进步。因去调查讲不管是旅社、酒店，以前的生理，甚至讲请的人，为什么要来大拿？这其实对这个大拿未来，咱若要针对文化甲历史去做一个特色的发展的话，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呢。这出影片用2年多的时间制作完成。影片当中接受访问的老大人，有的即马已经过身。南华大学表示，这出影片唔只是一个记录，嘛希望会当传承在地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日本爱知县的国府宫赤心祭是真出名，有1200多年的历史。今年是头一届开放予女性参加。虽然讲是赤心祭，不过参加的民众干那脱北体，唔是规身躯拢无穿衫。那今年参加的女性当然也会当穿祭典的服装。现场是闹热滚滚，做伙来看卖。光德啊，对噪音有节奏化考核展开闹热的祭典。日本爱知县潮德市的马中大鼓铃声社，日举办有1000年历史的国府宫炉祭。今年庆典真无同，因为这是1250年来头一届开放女性参加。今女性が参加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を聞いて、ぜひ私もその一人として、町の盛り上げ、祭りの盛り上げに協力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参加しました。女性がこうやって新しく参加する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い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やっぱり男女隔たりなく受け入れてくださった国宮神社さんにすごくありがたく思っています。お礼を言いた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国府宫炉祭是日本上出名的祭典之一，活动中会有几百个男性脱北体，敢若下白色腰部参加仪式。拜是头一届开放7组，差不多100个女性加入，因穿祭典的服装，跟祭司用的笛啊献给神社来祈求平安。较早这种仪式全部拢是男性参加的。皆さんで楽しいお祭りっていうのが一番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が神様も一番喜ばれる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ので、みんなで盛り上げていただくっていうのが一番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日本演过部分祭典禁止女性参加，社会嘛无鼓励女性加入。不过因为个人化人员不足，国家社会观念渐渐改变，传统祭典嘛爱对着时代。不过国府宫炉祭最高点的活动，几落百人烧钱要望新郎，通得到好运的部分，也是和男性参加。国府宫表示，因为活动中会有真侪身体接触，也是无方便完全开放。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3度到19度，中部地区13度到25度，南部地区14度到28度。东部地区15度到26度，外岛地区8度到19度，
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